接落嚟，我校嘅同學會為大家表演。首先係跳繩隊，我校嘅跳繩隊一向出色，佢哋成立咗19年，一直秉承住校訓修己善群嘅精神。除咗努力裝備自己、追求卓越之外，同時亦都喺本地唔同大小嘅跳繩比賽中擔任裁判同埋工作人員，服務社會。喺上個學年，我哋跳繩隊喺全港學界跳繩比賽、全港分齡跳繩比賽、跳繩強身、校際花式跳繩比賽等多個賽事都取得優異嘅成績。同時，亦都有多位同學成為香港跳繩代表隊嘅成員，參加2024亞洲跳繩錦標賽同埋2025世界跳繩錦標賽呢類嘅國際賽事。今日希望透過佢哋嘅表演，將呢種嘅活力同埋正能量送俾大家。請大家細心欣賞，依家有請跳繩隊。